有話題怎發展？繼續以中古方式跟你碰面，沉默裏獨個撰寫着一出唯美片段，低清的日記。盼望已蔓延明媚陽光裏，廣告式分鏡純淨沒過濾，有沒有惡言純屬咁啱嘅，每次偶遇有否好奇？一個人為何街裏走？放學喝紙包飲品裝作邂逅，奇遇記又像倒帶天天路過，似是卡式帶重播。盼望已蔓延明媚陽光裏，廣告式分鏡純淨沒過濾，有沒有惡言純屬咁啱嘅，每次偶遇有否好奇？用上這古老情懷劇目接近你，如步進錄影帶裏做戲。往後這盒茶殘餘份凄美，酸澀的感覺仍留待細味，似沒有盡頭。